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星源占星學堂嘅醫學占星系列，我係占星師 Christy。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古典醫學占星同埋現代養生呢個概念之間嘅關係嘅。醫學占星咧本身就係一個古典嘅概念，我係同古典占星有關。咁喺現代嘅醫學現代化學發展之後咧，基本上已經冇乜太多人用呢個古典醫學占星嘅呢個概念㗎啦。咁但係隨住現代養生嘅概念興起啦，大家對養生嘅重視啦，亦都希望去食多啲，亦都希望係用多啲自然嘅方法嘅時候，近呢幾年咧，古典醫學呢個占星範疇咧，亦都慢慢受到占星師嘅注視。而加上啦，其實佢會同好多而家比較身心靈方面比較流行嘅水晶療癒啊、精油芳療啊，甚至係一啲頌缽聲頻嘅療癒啊、日常嘅營養學飲食啊、生活習慣嘅調節啊，呢啲咧係全部係息息相關嘅。不過咧，喺正式踏入去講醫學占星之前咧，都要戴翻少少頭盔嘅。咁我哋首先咧就會了解下占星係一啲乜嘢啦。占星咧就係話我哋咧由地球嘅角度出發，尤其是我哋喺古典醫學占星啦，講緊養生嘅範疇，我哋首先最關注嘅就係地球同太陽相對嘅位置。因為咧喺地球望去太陽嘅位置啦，我哋會有一個 backdrop 咧，就係十二星座。咁呢個十二星座咧，就幫我哋定位到太陽喺個宇宙入邊嘅位置啦，好似一個地圖、一個方向、一個坐標咁樣。而我哋睇到由地球出發啦，望到太陽位處於唔同星座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話太陽咧係位於黃經，係啦，黃經嘅唔同嘅度數。唔同嘅度數咧，亦都代表緊佢處於唔同嘅星座。呢個咧就係喺占星學上邊幫我哋係睇住太陽嘅一個定位，太陽嘅一個位置。亦都大家會知道啦，以前大家讀書嘅時候都有學過，太陽喺唔同嘅季節、唔同嘅時間、唔同嘅日期入邊，佢會經過唔同嘅地方啦，喺個宇宙度圍繞住地球去行。咁其實呢個地球同太陽嘅關係，亦都引申我哋會有唔同嘅季節、唔同嘅氣候，包括我哋嘅春夏秋冬啦、唔同嘅氣温啦、濕度啦咁樣。而呢一啲就同我哋嘅養生嘅概念啦，或者古典醫學占星入邊嘅一個究竟嘅理論啦，又或者我哋喺唔同嘅氣候季節應該採取一啲乜嘢嘅養生策略咧，就好有關係啦。好重要嘅話，我哋會睇四季啦。喺占星入邊，我哋會睇到我哋會有春分點啦、秋分點、夏至點同埋冬至點，我哋叫二分二至點。喺北半球嚟講咧，春分點同秋分點咧個日照時間咧係相等嘅，即係話我哋日頭嘅時候同夜晚嘅時間咧係一模一樣嘅。而點解咧？亦都你會見到個黃度啦，同埋個天球赤度咧，佢哋會係春分點同秋分點嘅時候咧，會互相交叉住。咁亦都引申啦，呢個天文嘅計算咧，我哋喺呢兩個日子咧，我哋見到嘅、感受到嘅日頭同夜晚嘅時間咧，就會一樣啦。而當太陽去到佢一個最高點啦嘅時候，一個係夏至點，一個係冬至點。嗱，最熱嘅時候咧，或者日頭最長嘅時候咧，就係夏至點啦。喺占星學上咧，佢就係屬於巨蟹座嘅開始。而夜晚最長啦，日頭最短嘅咧，就係冬至點。喺占星學上咧，佢係屬於山羊座，亦都係山羊座零度嘅開始。咁喺春分點同秋分點就分別係白羊座同埋天秤座嘅開始，亦都係白羊座同埋天秤座嘅零度。而喺中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亦都有24節氣嘅。喺
中國嘅曆法嚟講咧，太陽係會由冬至開始叫做行啦，叫做一年嘅開始。佢由今年嘅冬至行到出年嘅冬至咧，就睇中國人嚟講咧，就叫做一年，或者我哋叫做回歸年。咁喺中國咧，我哋就會將呢一年咧分做24節氣。24節氣就即係將一年嘅時間平均分24份啦，每一份咧就會有一個名俾佢啦。嗰個名咧亦都代表咗一種相應嘅氣候啦嘅狀況。咁24節氣咧，其實就喺我哋叫做黃河流域啦，我哋叫 mid-latitude 嘅地方咧，去開始發展出嚟嘅。咁嗰個地方嗰個地區嘅氣候咧，嗰個季節嘅分野係比較明顯嘅。個氣候變化，你感受到身邊嘅能量嘅狀態啊，亦都係會比較明顯嘅。如果咧，我哋將一年按住時間平均咁去分嘅話咧，我哋呢個咧就叫做平氣。但係如果咧，我哋按住呢個太陽行走嘅軌跡去分咧，太陽行我哋地球望住太陽嘅行走嘅軌跡咧，就唔係一個正正嘅圓形，係一個橢圓形嚟嘅。咁所以咧，佢行走喺唔同嘅日子啦、時間啦，亦都喺唔同嘅節氣嘅距離時間長短咧，理論上係會唔同嘅。咁而呢一個咧，我哋咧喺中國嘅節氣嚟講，按住太陽行走嘅路徑去分嘅咧，我哋就叫做平氣。咁喺占星學嚟講，有啲咩關係咧？呢個節氣或者太陽行走嘅一個軌跡，因為咧喺占星學嚟講，無論係古典占星好啦，定現代占星好啦，我哋都講緊咧，其實我哋會用12星座去作為我哋嘅坐標。而12星座其實就係講緊太陽嘅運行軌跡啦，佢由當0度咁樣去開始，我哋叫做黃經0度啦，佢行完一個圈360度，而我哋將呢360度分成12份咧，每份就30度啦。咁每一份咧就係屬於一個星座嘅管轄範。咁所以咧，由白羊座係0度開始啦，我哋去到金牛座就係黃經30度，去到60度，黃經60度就係雙子座，如此類推。咁所以咧，對於占星師嚟講咧，其實佢只要知道你出世嘅時候嘅星座，即係你嘅太陽星座係邊個星座啦，甚至佢開個星盤係睇到究竟個太陽係位處於黃經幾多度，或者係喺乜嘢星座嘅幾多度，咁其實咧，佢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換算翻究竟佢同呢個中國24節氣嘅關係係啲乜嘢啦。當然，本身係古典醫學占星又或者係占星嘅範疇，太陽喺唔同嘅星座已經有一啲佢關於氣候啊、能量啊嘅一啲意義喺入邊。咁但係我哋講緊古典醫學占星同身體有關，同氣候同身體之間嘅關聯嘅時候，擺翻落去我哋中國人更加熟悉嘅24節氣嘅時候咧，我哋嘅感受其實亦都會更加深或者更加準確。例如大暑小暑，你就已經有一個好明顯嘅感覺就係一個好熱嘅天氣啦。冬至我哋就係一個好明顯好凍嘅天氣啦。雨水會唔會係落雨咧？清明係落雨咧？即係呢啲係我哋中國人嘅智慧，亦都係我哋作為中國人，你問我去學古典醫學占星嘅時候，我覺得係會比較好用咯，同埋好快捷地理解咗究竟個氣候發生緊咩事。因為當我哋係要理解咗個氣候發生咩事，周圍個能量嘅狀態咩事，我哋先知道，有啲乜嘢方面係比較容易唔平衡喎，而嗰種唔平衡咧就會令到我哋唔舒服啦。咁所以咧，我哋睇醫學占星嘅時候，除咗係話我哋要知道我哋身邊周圍嘅能量狀態係點啦，氣候係點之外，另一部分就係我哋要知道自己本身嘅體質係屬於邊種。
咁呢一樣咧就係頭先講，我哋去睇我哋出世嘅時候，我哋嘅太陽位處於乜嘢星座嘅時候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我知道我哋本身天生體質嘅一個指標。例如太陽星座白羊座，佢喺白羊座時候出世嘅，咁白羊座係屬於一啲比較熱嘅能量啦，佢會屬於一啲我哋叫做黃疸質嘅體質能量咯。咁所以呢個人咧，可能天生嘅體質就會比較容易熱氣啊、發炎啊，又或者個性格會比較暴躁啦。咁本身知道自己嘅體質，你亦都可以去按住相應嘅一啲同醫學占星有關嘅一啲策略去調整，幫助自己嘅能量去平衡，令到自己冇咁容易病好唔舒服啦。咁再配合埋你本身嘅體質，加埋外邊嘅天氣，咦，會唔會本身已經幫你由弱乾嘅平衡咗咧？定還是令到你嗰種唔舒服變本加厲，你要再用多啲方法去令自己調整翻個平衡嘅狀態咧？咁所以我哋去了解去學醫學占星嘅時候，作為一個養生嘅角度出發，我哋要從外在嘅環境同埋本身你自己嘅體質兩方面去了解嘅。所以咧，喺講緊四季去變化嘅時候，溫度啦、濕度咧係會有明顯嘅轉變，而溫度同濕度呢兩樣嘢，亦都係我哋喺醫學占星範疇入邊去了解環境，亦都了解我哋嘅體質兩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咁對某一啲人嚟講啦，尤其是而家好多講緊嘅係啲敏感寶寶啦，或者係高敏族嘅朋友啦，其實佢對於自己嘅身體啦，甚至對於環境嘅一個冷熱乾濕嘅轉換一個能量，其實係好敏感嘅。譬如我自己啦，對於轉天氣，譬如濕度嘅變化，或者會唔會嚟緊幾日會落雨啊，就有個潮濕啲嘅天氣咧，其實我係好敏感嘅，包括係我皮膚會有機會痕啦，會唔舒服啦，又或者咧我頭髮咧，我會突然之間覺得，哇，點解立過平時咁多嘅？雖然有機會個氣候變化未必即時見到，但係咧我嘅身體反應已經開始警告緊我啦，開始提示緊我啦。甚至有啲人可能會容易敏感啦，皮膚敏感好，鼻敏感好，呢啲咧全部都係身體對於個環境嘅一啲比較特別同明顯，或者甚至係叫做劇烈嘅反應。所以如果我哋了解自己嘅體質、身體狀況啦，知道外邊嘅環境能量係點，跟住我哋相應嘅去調節。去用翻適當嘅一啲飲食策略啦，甚至係生活習慣嘅話咧，我哋身體就會更加容易去適應周圍環境嘅唔同嘅一啲溫度啊、濕度啊、氣候變化，甚至係個能量變化。我哋越能夠讓個身體狀況保持一個平衡，唔同嘅能量嘅平衡，唔同嘅元素嘅平衡嘅時候，我哋身體出現毛病啦。唔舒服啦，好似個人冇動力啊，或者心情唔好啊，呢啲咁嘅狀態亦都會減少咗，冇咁容易發生嘅。